大家請合掌。大家請合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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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請放掌。無量壽經呢，裏邊有幾句講，有幾句經文咁樣講：若人無善心，不得聞此經。清淨有戒者，乃得聞正法。我哋喺呢幾句經文裏邊講嚟睇啊，無論講經嘅、聽經嘅，同埋睇呢一部經嘅，佢宿身都有好大嘅福報，有好大嘅善根。因為經文講得好清楚，若人無善心，不得聞此經。呢個唔得，唔係講唔聽得，唔係講唔讀得，係講如果你哋冇呢個善根，宿身冇呢個善心，你今生咧係唔會嚟聽，唔會去睇呢一部無量壽經嘅。咁而家係包括埋我呢個講嘅，大家聽嘅，喺宿身都係有好大嘅福報。咁樣，既然聽到呢個無量壽經嘅人，就證明佢有好大嘅善根。咁根據清淨有戒者，方得聞是法。要有呢個清淨，要有呢一個持戒嘅心，先可以收到呢個福，先可以有呢個福，先可以有呢個機會去聽呢個無量壽經，去睇呢個無量壽經。整部嘅無量壽經啊，其中佢裏邊包括有阿彌陀佛嘅48願。阿彌陀佛喺因中見到呢個世自在王佛，喺呢個因中發心跟呢個世自在王佛出家去修行，發呢個菩提心去度呢個眾生。所以本經裏邊有幾句話：我見超世願，必至無上道。斯願不滿足，誓不成正覺。呢幾句話係阿彌陀佛自己講嘅。佢話佢要建立呢個超世間嘅願，一定要做到成佛。我一定要成佛去成就。所以整部阿彌陀經，整部無量壽經講來講去都係講阿彌陀佛點樣建立，點樣去建設一個西方極樂世界，點樣去成就成為阿彌陀佛，就係世自在王阿彌陀佛喺世自在王所裏邊所發嘅願，去建立到呢個極樂世界，建立到自己係阿彌陀佛，去度眾生。因此我哋講從呢一個佛法裏邊嚟講啊，一般都係從呢個空門而入。空門就係所有嘅佛法，無論大乘小乘，都係叫人哋放下嘅，叫人哋睇開啲嘅，叫我哋萬緣放下，唔好咁執着。好似《金剛經》裏邊講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呢四相。但係我哋講淨土係要從呢個有門而入手嘅。
唔係從空門而入嘅。點解呢？因為彌陀經裏邊講得好清楚，我相信大家對呢個彌陀經都好熟嘅。彌陀經一開始就講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號阿彌陀。呢兩個有字啊，就係鼓勵我哋要對淨土有一種呢個信心。都講明係佛講嘅，點解我哋仲唔去信呢？好似而家我哋講嘅《佛說無量壽經》，呢個無量壽經啊，唔係其他人講嘅，係佛講嘅，係佛親口咁樣講出嚟嘅。點解我哋仲唔信呢？我哋應該要信有呢個西方極樂世界，信有阿彌陀佛。咁樣而家我哋呢，就開始入呢個無量壽經，講呢個無量壽經。咁呢，我哋從講經之前呢，我哋通常都會解釋下佢個經嘅名。我哋點樣去解釋呢？我哋係簡單咁樣根據五重原義裏邊去解釋。凡講經啊，都係要解釋呢個命題。佢呢一個，所以標呢一個經題就同其他嘅經有分別。呢個經無量壽經有6個字，我哋分3段嚟講。首先講佛說，跟住再講無量壽，再講個經字。佛說同埋無量壽係別題，後邊個經字係通題。點解咁樣講呢？因為每一部經有每一部經嘅名，所以呢一部無量壽經有別於呢個金剛經，所以我哋將無量壽經就叫佢佛說無量壽，就叫做別題。呢個經字呢，就每一部經後邊都有個經字嘅，所以我哋就叫佢做通題。佛有覺嘅意思，佢自覺覺人，覺行圓滿，所以叫做佛。簡單嚟講，凡夫係唔會自覺，二乘人係唔會覺他，菩薩屬於分覺。呢個無上正遍知先叫做佛。換句話講，佛就係徹底覺悟人生嘅真義，佢又能夠喚醒別人去覺悟人生嘅真義。佢有先知先覺嘅，講嘅口音宣說，所以佛說就即係能說嘅人。乜嘢能說嘅人呢？就係我哋本師釋迦牟尼佛金口所講嘅。佛呢個佛字有兩種意思，有通義，有別義。我哋一般睇到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全部都係佢嘅通名。佢釋迦牟尼佛同埋無量壽佛就係佢嘅別名。跟住再講無量壽，無量壽係指釋迦牟尼佛所講嘅佛，即係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嘅另外一種翻譯。呢一個無量壽經裏邊嘅內容裏邊講，無量壽佛所行所成所攝化嘅，
所行嘅就係講宣說無量壽佛因地所發嘅48願，同埋佢經歷無央數劫積累嘅達德，所以叫做所行。所成就係講無量壽佛而家成就咗法身莊嚴與淨土莊嚴嘅果。所攝就係無量壽佛普攝十方有緣嘅眾生，同生彼國住正定聚嘅利益。經題佢標明佛說無量壽，舉正報以修依報，標化主以包徒眾。經中佛講，吾今為諸眾生說此經法，令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一切所有，所當為者，皆可求之。又講啊，其有眾生直思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到。可見無量壽經呢個法門啊，係方便嘅，係究竟嘅。無量壽即係當前一念嘅心性，過去無始，未來無終，所謂樹窮三際，就叫做無量壽。尤其能歷劫唔壞嘅個體，同虛空一樣，所謂橫遍十方，所以又稱佢為無量光。舉此無量光壽，即一真法界本體現前，應當體即是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此無量壽佛，佢嘅佛壽長，凡夫二乘係唔能夠測度到佢嘅限期，算唔盡佢幾多數，所以叫做無量。佢嘅命就叫做壽。點樣可以得知是真是假？有如《觀世音及大勢至授記經》講：無量壽佛壽雖長遠，亦有終壽。彼佛滅後，觀音大勢至次第作佛，故知是應。經呢個經字係有貫穿嘅意思，梵文叫做修多羅，我哋翻譯佢為一條線個線。呢條線係好似我哋見到嗰啲花，好似我哋去到一啲國家，佢會俾我哋一串花蔓咁樣，嗰條為之線。佢可以穿做，佢可以通。佢呢條線可以能貫穿呢個諸法，經就係佢唔會經到呢
呢個經字係唔會論呢個經歷有嘅時間有幾長幾短而變嘅。我哋聖人所說嘅道理都係唔可以改嘅，又可以叫做軌則。跟住第二就係辯體，簡單講咗無量壽經呢幾個解釋，而家就講佢嘅體。佢有呢個名，又一定有佢嘅實。佢呢個體係啲乜嘢？我哋喺呢一個無量壽經裏邊，以無量壽佛嚟標明嘅，所以佢有唔老長壽嘅德，佢有唔老長壽之德嘅嚟援為體。經中佛裏邊講，經中佛講：今我於此世作佛，演說經法，宣佈道教。去到道末，道未到者，決定生死嚟援之道。佢又講：今我於此世間作佛，處於五惡、五痛、五燒之中，為最騎苦，教化群生，令捨五惡，令去五痛，令離五燒，光化其意，令持五善，獲其福德，度世長壽，嚟援之道。所以呢個佛說無量壽經係以嚟援為體，當無二義嘅。嚟援係實相嘅別號。大智度論裏邊講：諸法實相是涅槃城。喺涅槃裏邊，即係嚟援嘅第二種翻譯。城有三個門：空、無相、無作。而實相呢，係無相無不相，相而無相嘅。如果我哋想明白佢嘅教體，就當觀法性。法性裏邊係不生不滅、不斷不常。心亦強明，土於何寄？現非心非土，而即土即心。取捨區捐，見聞絕代，豈可還生計較？妄說是非。我略略咁樣講呢個有四種義。依舊法緣，一者自他不異嘅義；第二係性相不異；第三係因果不異；第四係身佛不異。自他不異嘅意思就係、諸佛法身，遍周法界，全自全他，不相為礙。性相不異，咩叫性相不異呢？喺《大乘起信論》裏邊講：從本以來，色心不異，以色性即自故，色體無形，說明自身。以自性即色故，說明法身係遍一切處嘅，所現嘅色係無有分齊嘅。隨心所示十方世界無量嘅菩薩，
無量嘅報身，無量嘅莊嚴，個個都有，佢哋都有佢哋嘅差別，皆無分齊，而不相妨也。因果不二，就係呢個經裏邊講法藏比丘所發嘅願，發完之後，空中就有一個聲音讚佢必成無上正覺。又言眾生一念念佛，則是具足無上嘅功德。當知因該果海，果設因緣，還同法花。初發心嘅時候，即成正覺，以法性中，因果不二，究竟唔可得。佢再講涅槃境界具常樂我淨四種德，妙難思議，為出世聖人所修證嘅極果。本經喺好多地方都暢談咗法相之後，必會歸於法性。然則所謂安養世界種種事相嘅莊嚴，無非係涅槃自性嘅莊嚴。佛為咗方便，先會咁樣講嘅。第三，我哋要明呢個宗係宗趣，當部所崇叫做宗，宗之所歸就叫做趣。簡單嚟講，即係依佢嘅體起修之重要嘅方法。既然已經變咗體，如果冇呢個方法去起修，都係空明。點樣入道呢？所以喺顯體之後，就需要明宗。本經《佛說無量壽經》係以發菩提心，專念彼佛，回向求願往生，為呢個宗趣。所以我哋行人發心求呢個大菩提，修呢個菩薩道，先會得聞呢個十方諸佛嘅名號。因為得到聞無量壽佛殊勝嘅威神之力，我哋專念阿彌陀佛，求願往生彼國，去成佛度眾生。所以本經嘅佢嘅主旨喺邊度？可以用一個願字嚟概括。淨土資糧就係信、願、行三樣嘢。願係呢一個三資糧裏邊嘅樞紐。如果我哋有呢個信有阿彌陀佛，信有極樂世界，但係我哋唔發願去求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國土裏邊，我哋只係虛信，行而無願，就即係白行。點解咁樣講？因為信咗之後，我哋發願先為之真信。佛講行依願行，才得功不唐捐，猶須注者。
如行而無怨，縱然念到一心，佢都係唔能夠往生嘅。行而有願，就可以念到一心，可以上品往生。如果我哋散心念佛，都可以成願往生，不過品位唔高。藕益大師講：得生與否，全由信願之有無。品位嘅高下，全由持名嘅修行，持名嘅深淺，就係呢個意思。願同埋行嘅關係就係好似我哋一隻船同佢個舵。如果船冇咗舵，就只係會喺呢個大海裏邊漂流，永遠都去唔到呢個彼岸。如果修行冇咗呢個願，我哋只會輪轉六道，好難先去睇到西方。蓮邦雖然好大，阿彌陀佛雖然好慈悲，佢阿彌陀佛係唔能夠將冇發願往生西方嘅人夾硬拉去呢個西方極樂世界嘅。呢個願係信嘅力量，係信嘅動力。所以講求生西方，佢嘅願好懇切，我哋念佛一定會好猛利咁去念佛，就可以依教奉行，發呢個菩提心。呢部經佢係講無量壽佛喺因地殊勝嘅願行，同埋佢嘅果地莊嚴成就。如果唔係依無量壽佛普攝眾生殊勝嘅願行為因，佢係唔會引導到眾生發求生極樂世界嘅願為願。二憶念心，如是乃至從身至身，同於形影，不相乖異，能得到一心就可以往生。如果我哋平時好懇切依信願行去念阿彌陀佛，乃至到臨命終時一念就可以決定去呢個極樂世界。所以我哋知道呢個淨土法門係有咁樣嘅殊勝。第四，我哋講呢個論用，用就係功用，論係用我哋呢個討論呢個經修行最大嘅功用。本經無量壽經係講帶業往生往正定聚為佢嘅力用。乜嘢叫做業？業有分善惡，佢嘅善惡係會留喺我哋嘅白色田裏邊做一個印象。遇到呢個緣，佢就會起現行。古德裏邊講，
萬般帶不去，唯有業隨身。吾人從無始生死以來，因無明嘅蓋覆咗我哋嘅真如，於是造業，做咗好多。地藏經裏邊又講，舉心動念，無非是業。我哋做嘅業好多，做咗好耐。我哋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業係有佢嘅體相，我哋呢個虛空都唔能夠裝到我哋嘅業，所以我哋以專念無量壽佛呢個名，一心求生安養，只要一念勇猛精進，就會壓倒我哋以往所做嘅業。臨命終時就會得到佛嘅接引，大業往生，一生就成辦。教呢個其他嘅法門，係要靠我哋嘅自力，自己所修嘅善根，去破我哋嘅無明，證我哋一分嘅法身。無明破盡，我哋先可以供圓。所以本經講，其有眾生生彼國者，皆悉住於正定之罪。原來人有三罪，呢一三罪嘅意思係大小乘。如果以大小乘嚟立論，佢有高低。俱舍論裏邊講，正邪不定罪，勝造無間餘。喺丁福寶佛學大辭典裏邊講，預流向己上之聖者為正定罪，造五無間者為之邪定罪。喺呢兩樣之間去修七方便嘅行者為不定罪，係為咗小乘人所講。如果我哋喺大乘裏邊講摩訶顯論裏邊，就會講到十性為正定罪，三言為不定罪，自餘之凡夫為邪定罪。經中裏邊講，生彼國者，皆悉住於正定之罪。佢係唔論大乘小乘嘅行人，只要一生極樂世界，佢就馬上可以得到呢個正定罪。因為呢個極樂世界係唔會有邪定罪同不定罪嘅。第五，判教相。教係教相，判係判別，所以判斷呢一個經佢嘅大小權實嘅教相，使到行人可以取捨，可以依教奉行。本經屬於大乘方等教所攝嘅，按呢個義藏分裏邊講，係歸菩薩藏修。如果依化儀四教裏邊講，佢係依頓教。原來天台智者大師將如來一代嘅聖教，依佢呢個生起次第，分為5時說法。
一為花鹽時，花鹽比喻為從呢個牛出呢個乳。第二阿含時係從呢個乳提煉佢為酪。三為方等時，即係講維摩經、大集經、離焰經、十六觀經乃至無量壽經所講嘅教法，壇扁斥小，嘆大褒圓，使到聲聞人捨呢個小乘求於大乘。比喻為從呢個樂生到呢個蘇一樣。四般若時，比喻為從生蘇變為熟蘇。第五法華時，比喻為從呢個熟蘇變為呢個醍醐上味。所以據呢五時，我哋知道本經係屬於方等時。地持經裏邊講，佛為聲聞菩薩行出苦道，說修多羅結集經者，集為二座，以說聲聞所行為聲聞座，說菩薩行為菩薩座。僧伽了禪師佢喺淨土說根本經，正接引上上器之大法，兩藏分類，佢係屬於菩薩所修嘅。隋朝慧遠大師喺佢寫咗無量壽經二疏，佢話此經正為凡夫人中厭畏生死求正定者，教令發心，生於淨土，不從大小，故知佢係頓教，將此一經判為頓教，堪稱為千古定論。此經正為凡夫人中厭畏生死求正定嘅人，令發呢個菩提心，生於淨土，不從小大，所以知道佢係頓。而家我哋再解釋下佢呢個翻譯嘅人。呢部佛說無量壽經所翻譯嘅人就係曹魏天竺三藏康真海譯。曹魏係三國時代北魏，曹魏第四個皇帝，大概喺公元241年至到260年，喺嘉平4年，即係252年。天竺係古代印度嘅名，三藏就係經、律、論三藏。康真海個康就係以佢當時佢嘅國家叫做居康國，即係我哋而家所講嘅國籍。真海係佢個名。咁跟住而家我哋就入呢個經文。此經嘅始終正文係分咗三：第一序分，第二正宗分，第三
流通分。由最初我聞如是，至到唯現願樂欲聞，係由罪分。如果呢個罪分就係由呢個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久遠而下。正宗分就係佛語彌勒，其有得聞彼佛名號，歡喜而下，是其流通分。我哋而家先去解釋下罪分。罪分裏邊又分咗兩種，一種叫做通罪，一種叫做別罪。我哋而家先講通罪。通罪就即係我哋一般所講嘅正信罪。我聞如是，呢個我聞如是係好少喺第二個經裏邊睇到。我哋通常喺第二啲經裏邊都係睇到如是我聞。呢個只係翻譯人佢將佢嘅次序唔同。我就係結集嘅人自己稱。呢度嘅我係邊個呢？聞係喺佛陀親口講嘅，我係聽佛所講嘅，唔係道聽途說嘅。結集經嘅人表明佛佢係咁樣講，我就係咁樣聽。而家就係我所聽嚟嘅，就慢慢咁樣讀返出嚟。呢啲都係佛所講，係唔會有錯嘅。如是就係《大智度論》裏邊講表信，信得過就係如是，信唔過就係不如是。如是又係等於智慧，能有如佛呢種智慧，先可以說到呢種道理。喺中國裏邊嚟講，古今有人才有智的，冇呢個人可以超過孔子同孟子、莊子。而佛經嘅道理，孔子、孟子、莊子係冇講到嘅，其他人都唔會講。要有佛呢個智慧先可以講得出，先可以斷我哋嘅疑惑，生起我哋嘅信心，唔會違背真理。可以指識到我哋嘅戲論同埋真境。修學佛法唯有信同埋智先係我哋嘅根本。有如大智度論裏邊講，信係能入嘅，智係為能度嘅。冇咗呢個信，就等於好似冇咗呢個手，唔可以隨意咁樣得到呢個佛法寶藏。冇智，又係等於冇咗我哋嘅眼目，
唔能夠分辨呢個邪正善惡，就唔能夠達到佛法嘅真義實相。一般嘅經文都係先安立我聞如是，或者如是我聞，佢係表示信智具足，先可以深入經藏，得到佛法嘅利益。同時又係佛涅槃嗰陣時，話俾阿難聽，我就快入滅。阿難好唔開心，好傷心。咁當時有一個尊者叫做阿那律陀，尊者就同阿難講：你既然係傳法嘅人，點解你咁傷心？你應該去問佛，有關佛滅度之後，我哋有4種嘅事情。第一，佢就問佛，佛滅度之後，諸比丘以乜嘢為師？第二，問佛，眾弟子依乜嘢而住？第三，我勝比丘點樣可以共住？第四，一切嘅經用乜嘢字嚟開始？阿難就問佛就問咗呢4個問題，佛即刻答佢：佛即刻答佢有關佢滅度之後呢種四個事。佛即刻答佢，經一開始就要用如是呢2個字嚟解釋佛所講嘅法係合於諸法嘅。講呢個理係如理嘅，講呢個事係如事嘅，講呢個因係如因嘅，講呢個果係如果嘅，係完全契合，所以先至叫佢為如是。如本經所講，一切因果是理，絲毫唔錯嘅。難怪彌勒菩薩喺經中裏邊講，世人稱義。如果以呢個人嚟解，阿難現在係聞釋迦牟尼佛所說，可是啊，佢要知道過去一切佛所說，如果與呢個諸佛所說嘅唔合，就係不如是。如果以呢個理嚟講，如是就即係諸法實相。古時同埋古今都係不異嘅，為如理而說，佢係名為是。實相離相，隨緣不變嘅為如。實相即係相不變，隨緣為是。隨緣起而性空，雖性空而緣起，呢啲就係叫做諸法真理，確實如此，稱為如是。
又觀佛所說嘅法，喺顯喺密喺顯教同密教裏邊，唯是一心，佢叫做如。但有不可取嘅一心，係有是無嘅相，才是。再就本經嚟講，此經所講嘅無量壽，一向專念，這是以如不變為如。三輩決定往生，見佛離苦得樂，究竟不退，一生成佛，名為是。經中所講嘅彌陀果與眾生嘅兩種因果，如是因如是果，因果決定係相合為如，有因必有果，必然有如是嘅，如此為是。彌陀發願修因證果度真度眾生，始終不變為如。今所成法身淨土，普攝眾生，往生彼國，一一皆真實不虛，名是。是係心是佛為如，是心作佛名為是。簡單嚟講，如是嘅眾生就係老實，不老實即係不如是。所以做人學佛，一切皆應老實為佢嘅根本。第二，法起。而家講呢個法起序。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鬱山中。呢個一時係指佛講無量壽經嗰個時間，為之一時。因為各地嘅時間有唔同，佢嘅計嘅時間同曆法冇統一，所以我哋唔可以喺經裏邊標明佛喺邊年邊月邊日講嘅。所以我哋所有睇到嘅經都係用呢個一時代表咗佛喺講經嘅時間。佛係說法者。呢度講呢部經所講嘅就係釋迦牟尼佛，唔係其他嘅佛。佛嘅含義喺前邊我哋已經大概講過。我哋睇唔同嘅佛經，有唔同嘅用法。有啲經用薄伽梵，有啲經用如來，有啲經用佛。但係大多數嘅佛經都係用呢個佛。到玄奘大師嘅時以後，玄奘大師好中意用呢個薄伽梵。例如呢個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裏邊，佢就冇用到佛，佢只係用咗薄伽梵。薄伽梵係梵語，有6種意思。第一種意思就係叫做自在，第二個意思叫做熾盛，第三個意思係端嚴，第四個意思係吉祥，第五個意思係名稱，第六個意思係尊貴。佢都有破呢個四魔嘅意思。但係我哋暫時唔解釋其他。
我哋而家要知道，本經所講嘅如是我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耆舍屈山中，呢個佛就係我哋本師釋迦牟尼佛。住王舍城耆舍屈山中，就係當時釋迦牟尼佛講呢個無量壽經嘅時候，喺邊個地方？如果暫時喺呢個地方叫做在，喺呢個地方好耐叫做住。因為佛成道之後，佢多數住喺呢個山，多數喺呢個山裏邊說法，所以稱為住。王舍城係當時印度摩羯陀國嘅都城。據傳說，呢個城有3種因緣。第一種因緣叫做國王夫人生子，一頭兩面四臂。大家都講呢個唔吉祥，所以呢個王就將呢個仔分開，伸手棄於呢個野外。又有呢個羅剎女將佢合返埋，養育長大。王有天下，取諸國王18000人，至此5山中，統治閻浮提，故名王舍城。第二，過去有一個國王學呢個仙道，學呢個仙，殺生祭天，身墮呢個地獄。佢個仔繼位之後，出去打獵，見到有呢個鹿走得好快，呢個王就去追到呢個地方，見到呢個地方好好。自此之後，佢就喺度安居，所以叫做王舍城。第三個意思就係國王所住嘅城，城裏邊失火，連續7次。國民傷財失命，苦不堪言。王即刻下命令，如果再有失火，我哋就搬上山裏邊住，就唔再住喺呢個地方。後因為皇宮再起火，所以佢哋就搬出呢個城，嚟到呢個5山裏邊做呢個宮殿。王喺裏邊住，所以叫做王舍城。國王守法就係老實做人。耆舍屈山呢度翻譯佢為靈鷲山，又有3個講法。第一，好多聖人喺呢個山裏邊住，所以叫做靈鷲山。第二，佢呢個山嘅形狀好似一隻鷲個頭，所以叫做靈鷲山。第三，佢呢個城有5個山，呢個山為之最勝，佢有好多呢個鷲鳥喺裏邊住，所以叫做靈鷲山。
跟住我哋再講與大比丘眾萬千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我哋一切大聖與大比丘萬千人俱，就係講當時聽佛所講嘅人有啲乜嘢，有大比丘，有萬二人俱。呢個萬二人係解釋眾多嘅意思，唔一定係講有12000人，多過有可能係多過佢。佢哋都有呢個能夠達到呢個大聖同埋有呢個神通嘅。我哋睇下咩叫大聖。所謂大聖就係利根嘅聲聞，無疑解脫嘅阿羅漢，有聖德，證到呢個聖果，佢係了本際嘅等等，都係究竟無學嘅聖人，所以叫佢做大聖。尊敬佢呢個德高望重，佢本來就係化身大士，來備呢個菩薩嘅形象。佢外表現呢個聲聞身，參加呢個法會，證呢個不可思議諸佛所護念經，其數唔係一，所以稱為一切大聖。神通大，神通已達，呢句經文係嘆呢個德，先俾佢呢個略稱。神通嘅意思係神妙莫測，通達無礙。一般係講有6種，有神足通、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同漏盡通。呢6通有啲地方叫佢做6種智正通，簡別唔係5通仙人所得嘅，有定無畏嘅通。諸大阿羅漢所有嘅6通，佢全部都係依呢個出世嘅禪定，有呢個無漏嘅智慧所起現成嘅。已達就即係講於呢個小乘諸法中修學完啦，達到涅槃彼岸，所以叫做已達。所謂梵行已立，諸漏已盡，所作已辦，唔係後有嘅。呢個無礙解脫阿羅漢係唔係同其他有學嘅聖人一樣？上面所講呢3句經就係、如果由事相回歸到理性嚟講，一念心性其大無礙。所謂心包太虛，此心原是真妄和合。所謂原是一精明，分為6和合，而今聞法悟心，此本合一，理智一如。所謂一根既還原，6根成解脫。故名大比丘眾二乘人，或者聞三轉四諦法輪而悟道嘅，或觀12因緣生滅而證果嘅，一念法已居有10如是10法界，
輾轉相生，故曰，所以先為叫12000人區。比丘係表真如出前嘅，即是化身，了脫咗分段生死，具足三明六通，成就咗五法分身，超出咗六凡法界，就叫做大聖，神通已達。佢後邊又講，其名曰尊者了本際，尊者正願，尊者正悟，尊者大號，尊者人言，尊者離垢，尊者明文，尊者善實，尊者具足，尊者牛王，尊者優流頻羅迦葉，尊者騎耶迦葉，尊者那提迦葉，尊者摩訶迦葉，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連，尊者劫賓羅，尊者大住，尊者大淨智，尊者摩訶周羅，尊者滿願子，尊者離障，尊者流貫，尊者堅伏，尊者面王，尊者果成，尊者人性，尊者喜樂，尊者善來，尊者羅雲，尊者阿難，皆如是上首者也。呢、個其名曰係當時結集經典呢個人所稱説嘅尊者係有德可尊，叫做尊者。佢係人天所尊敬嘅人。我哋解釋，因為呢度有好多呢個尊者啊，講呢個無量壽經咧，只係得5堂，所以咧我就唔會一一咁樣所有嘅尊者嘅名號都解釋。我只係會揀幾個經常聽到嘅、經常睇到嘅嚟講一講，或者將佢略略咁樣講一講。了本際，以下係佢嘅名，佢個呢各經有次序唔同。喺《法華經》裏邊講，以行德大小為次第；喺《報恩經》裏邊同埋呢個本經裏邊講，係以出家前後為佢嘅次序。如果以《維摩經》嚟講，就以德變為次第，以佢嘅德嚟分佢嘅次第。本經所列嘅尊者有31位，唐朝所翻譯嘅就只有29位，或者有啲翻譯本係有34、36個唔同。了本際，即係阿若憍陳如，憍陳如呢度叫火氣，係佢嘅姓，因為佢嘅祖先係是火婆羅門。阿若係佢個名，阿即係冇嘅意思，即係空嘅意思，若即係智嘅意思。無我人眾生受者，謂之無自性，諸法空性，以無漏智證得此空性，名為本際。呢度三乘聖言裏邊都係咁樣同，但係陳如係最先證悟嘅，佢係得到第一嘅，所以就依呢個嚟立名。首先講出佢個名，
佢嘅中國名翻譯為資本制，喺吳朝呢個譯本裏邊叫做驅連，喺唐譯個版本裏邊叫做驕陳儒。正儒，尊者正願，佢即係馬勝，有啲地方譯佢就叫做馬師。佢個漢名叫做馬勝，佢係威儀第一，佢係五比丘之其中嘅一個，亦係喺六群比丘其中嘅一個。佢威儀係最好嘅，舉止可觀嘅，因為佢因污他家，行惡行，為佛所呵，即立願永不再犯，同時發願勸化大富長者為呢個出家人建60個房舍，所以佢叫做正願。尊者正語，即係離婆多，佢係坐禪第一，佢個名又叫做無搗亂第一，中國名叫做不爭有無。唐朝譯佢個名叫做離波多，因為喺呢個因途遇到兩個鬼喺度爭奪呢個死屍，就請佢作呢個證人。佢公正誠實，佢唔會妄證，所以叫佢做正語。尊者大號，即係我哋成日睇到嘅摩訶男，係世尊父系嘅親屬。佢以俗姓第一，漢譯為大力。佢係五比丘之一。尊者人言，即係我哋成日睇到嘅須菩提。呢個係3個須菩提中惡性須菩提，因為呢個小龍臨終起咗一念慈賢嘅善心，所以得生人中，直佛出家正果，所以叫佢做人言。尊者離垢，有啲地方叫佢做為末底。呢度叫做正除，佢以正潔第一。中國翻譯漢譯叫做無塵。佢因為打掃呢個寺院，願令呢個心無塵垢，見思或斷淨，所以叫做離垢。尊者名聞，即係摩訶拘絺羅。呢度講叫做大失，又叫做能讚。佢係舍利弗嘅阿媽個舅父。佢係一位好精進四吠陀18種經嘅婆羅門。佢因為辯唔過佢個家姐，所以發奮去遊學。佢唔剪佢嘅手指甲，所以佢又叫做長爪梵志。佢同佛辯論，舉咗我一切法不受。佛就問佢呢一句你受唔受啊？佢自己知道咗輸咗啦，所以佢改邪歸正，跟佛出家，跟住之後正果。
佢係當時最有名聞嘅大智婆羅門，所以得到呢個名。由於佢出家精勤辦道，得到四無礙辯，隨問能答，所以佢又叫做答問第一。尊者善實，即梵耆，此云善實。供養佢又係叫供養第一，因為佢過去世曾經以最善嘅果實供養維慧佛塔，感到91劫常生人天，今世直到佛遇到佛出家正果，所以叫做善實。尊者具足，即係豎提長者，又叫做得戒第一，有啲地方叫做圓滿，因為佢曾以呢個旃檀至剎竿上，賓頭盧尊者，賓頭盧現神通取到，所以同為佛所呵嘅，所以制在家弟子不得以七寶或者木嘅缽嚟供養比丘。隨佛出家，發願受持呢個佛制嘅具足戒，成為沙門，所以佢叫做具足。尊者牛王就即係我哋而家成日聽到嘅憍梵波提，呢度又叫佢做牛痴，佢係受到天供第一嘅。點解佢係咁樣？點解佢會可以受天供第一呢？因為喺過去世，佢講一啲嘢嚟興弄呢個沙門，所以佢感到呢個500世做牛，而家得返人身，佢嘅習氣未除，好似牛食草咁樣，召來召去。所以佛驚有其他人好似佢過去身咁樣嚟話佢，驚佢做咗唔好嘅，驚人哋做咗唔好嘅業，所以叫佢上呢個天，受呢個天人供養。因為佢證到聖果，呢個牛食草嗰個習氣未除，所以佢叫做牛痴。有啲地方又叫佢做優波提舍，因為佢係論議，因為佢喺佢阿媽嘅胎裏邊，佢阿媽去同佢嘅舅父辯論，可以辯過佢嘅舅父。佢8歲就可以登座議論說法，16個大國裏邊冇一個人可以同佢比，所以叫做優波提舍。尊者優樓頻羅迦葉，迦葉係佢個姓。此云歸士，佢個祖先係學道仙人，有靈龜附之，所以以呢個為佢嘅姓。優樓頻羅，佢呢度翻譯為木瓜林，因為佢修道嘅處所係木瓜林，所以以呢個地方為名。又有人講佢胸前突起咗一泡，好似木瓜咁，所以就攞佢個名，佢呢個形做佢個名。
佢以呢個迦耶、拿提係三兄弟，佢係老大，佢係示火婆羅門嘅，佢係叫做優維迦葉，又叫做優流頻羅迦葉。佢見到佛喺呢個耆闍屈山裏邊，以神力降服咗呢個毒龍，所以佢捨邪歸正，隨佛出家正果，常以4時供養大眾，所以佢叫做護眾第一。同時佢第二個弟弟迦耶，呢度翻譯為城，呢度又可以叫佢做象頭山。拿提叫做自行，呢度係講河，佢住嘅地方得到名嘅。佢係隨佢嘅哥哥出家正果，所以佢哋3人原有嘅徒眾有1000個。佢哋一齊出家，叫做善來比丘，都證到呢個聖果。呢個係世尊最初成道嗰1年嘅事。迦耶後來到咗最難教化、冇人肯去嘅邊地，化度所有嘅人歸依三寶，所以佢叫做教化第一。拿提7日正果，所以佢叫做正果第一。摩訶迦葉此雲大，呢度解釋佢叫做大龜士，龜士係佢個姓，因為佢係大富長者、大富長子，又為國王大人所識，所以佢帶來區別喺呢個三迦葉。佢個名叫做畢缽羅，係一種樹嘅名，又名飲光，因為佢前世做呢個打金嘅工人，有一個貧女執到一個金幣，見到有個地方有個佛嘅金身唔係好脫落咗一啲，咁佢執到呢個金幣之後，就揾到呢一個打金師傅，同佢打呢個金箔，莊嚴翻呢個佛。所以佢兩個都同時感到多身有呢個紫金，佢嘅光可以大到企喺佛側邊，可以遮到佛，所以佛就教呢個摩訶迦葉尊者將佢個手咁樣合埋，所以我哋好多時喺呢個大雄寶殿睇到迦葉尊者都係咁樣，所以我哋叫佢做飲光，遮咗啲光，唔好等啲人嚟拜佛可以見到佛嘅慈容。佢係佛在世裏邊頭陀第一，佢係我哋禪宗第一位祖師，佢又係結集釋迦牟尼佛一代時教最大嘅功臣，所以佛滅度之後，佢係新團嘅第一。大迦葉係最年老嘅，都仲唔捨佢呢個12頭陀行。佛讚歎啊，有呢個頭陀行在世啊，我嘅正法得以久住。所以見得佢喺佛門嘅影響係有咁大。尊者舍利弗呢度係叫做秋子，又叫做新子、朱子，都係連埋佢個媽個名一齊嘅。秋子嘅意思係一種雀仔，
我哋而家可以叫佢做黃鶯，因為佢個眼係最靚、最清淨、最光明。因為佢阿媽個眼靚到好似呢個雀仔咁樣，靚到佢呢個雀仔嘅眼咁樣，所以佢就叫做秋子。佢阿媽個身體好端正無比，所以叫佢做新子。朱子就即係佢阿媽嘅眼而立名嘅。呢個係其他譯本冇嘅。釋迦牟尼佛嘅聲聞弟子之中，佢係智慧第一，冇人能夠超過佢嘅。尊者大目犍連，呢度叫做大彩宿士，因為佢個祖先唔食人間煙火嘅，佢係修呢個仙道嘅，所以佢得到呢個名。佢有好大嘅神通，所以叫做大。佢個名叫做拘羅陀，呢度叫做白楊樹，因為佢父母係向住呢個白楊樹禱告呢個樹神而有呢個仔嘅，所以佢就以呢個名立名。佢係神通第一，佢係佛最初升天為母說法嘅時候，毒龍障礙呢個佛，諸比丘請佛降龍，佛唔允許。呢個時候目連化身大小嚟征服咗呢個龍。佢好似外道移山咁樣，制之不動，所以叫做大目犍連。講到呢度時間差唔多，而家我哋回向，因為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以下嘅經文仲有好長，希望下次再嚟同大家結法緣。希望下一堂再同